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。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，可以透過 FPS、PayMe、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F101，我係 Anakin。今集想同大家介紹一支 Zeiss 近代非常之重要，亦都可以話係其中一支最重要嘅超廣角鏡頭。就係手上邊呢支嘅 Contax Distagon 21mm 2.8，佢係喺1992年嘅時候推出，只有 MMJ 嘅版本啫。光圈咧由2.8去到22，最近對焦範圍係非常之誇張嘅，可以去到0.22米。鏡頭嘅鏡片設計咧，採用咗一個非常驚人嘅 Distagon 設計，總共有15片13組，而入邊咧亦都採用咗一片嘅浮動鏡組，採用一個內對焦嘅設計，非常之可靠而且實用。鏡頭前邊啦，採用一個82mm 嘅 filter flat， 咁而佢咧亦都有一個專用嘅遮光罩，就係 Contax 嘅 Metal Hood W01， 仲有一個 Step Up Ring Contax 嘅8286 S Ring， 我就非常之建議大家用翻呢一個 W1 嘅遮光罩。咁配翻原裝遮光罩之後咧，抗眩光嘅能力咧，亦都會大大提升。採用一個6片嘅光圈葉，而且重量只有530 gram。咁當年啊，為咗要填補18mm 同埋25mm 呢兩個焦距中間嘅呢一段位置咧 ，Zeiss 就為到成個 CY mount重新設計咗一支並冇引用以前 Biogon 設計嘅 Distagon 21mm。講翻少少歷史先啦 ，Zeiss 咧係全球第一個將90度呢一個視覺帶嚟135片幅嘅第一個廠商，只不過當年咧佢係用一個 Biogon 嘅設計，以佢零變形嘅一個表現咧而著名嘅。但我哋今日嘅主角咧就唔係 Biogon，而係呢一支採用 Retro Focus 嘅 Distagon， 亦都係成個 Contax CY mount 入邊鏡片設計最複雜、最多鏡片嘅定焦鏡頭。頭先提到啦，佢採用15片13組嘅鏡片設計，入邊仲有浮動鏡片去修正近距離對焦。咁官方嘅設計理念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只有兩點。第一就係希望呢支鏡頭提供到一個接近零色散嘅表現。咁除咗投入大量嘅修正鏡片之外咧，亦都喺當中放入咗當年只有用喺長焦鏡入邊嘅一啲低色散鏡片嘅，的而且確達到咗 APO 級數嘅嗰一個光學表現。但好可惜啦，蔡司咧並冇賦予呢支鏡頭應有嘅待遇 APO Distagon 呢一個名稱。咁而第二個賣點啦，就係盡量保持2.8嘅高入光量之下，喺變形、暗角同埋邊位表現之下咧，俾一個非常之高嘅 performance 出嚟。咁呢支鏡頭嘅優點咧，就係佢接近絕對零色散，只係喺非常之極端嘅情況之下咧，先會見到有少少色散嘅出現嘅啫。佢嘅泛焦距離非常之大啦，只要將光圈鎖定喺5.6咧，由1米去到無限遠咧，都會係中焦嘅範圍之內。由於採用咗浮動鏡片啦，所以呢支鏡頭咧喺近攝方面嘅畫質係有提升，而且有優化。而鏡頭做得非常之輕巧，而最後一個覺得非常之重要嘅優點就係佢採用內對焦。喺使用上面咧，真係有好大嘅優勢。缺點方面啦，由於佢前肉咧極之大片啊，令到鏡頭整個設計嘅比例咧都真係有啲獨特嘅，唔係每個人第一眼咧都可以接受到呢一個頭闊尾修長嘅設計嘅。配件方面，採用一個 S Ring 啦，同埋一個 W1 嘅 Hood 啦。我自己覺得咧 W1 Hood 咧基本上一定要買噶啦。喺而家嚟講咧，去買一個 W1 嘅 Hood 咧就唔算貴嘅，幾百蚊就有啫。但係啦，我就覺得呢一個 S Ring 8286比較難揾嘅，只可以話係你揾到就一定會買，因為都係幾百蚊嘅嘢。但係你幾百蚊買個 Step Up Ring 係咪值得呢？咁而最後一個缺點啦，亦都係非常之 practical 嘅，就係喺現今數碼化嘅攝影潮流之下咧，呢支鏡頭嘅變形咧同埋邊位咧係同現代鏡頭嚟講咧嚟得比較差嘅。例如邊位，大家的確會見到佢有一啲 distortion 嘅，而去到好極端嘅邊位咧，畫質亦都會下降。但係唔好唔記得呢支鏡頭92年嘅時候曾經係21mm 嘅 Pioneer， 如果冇呢一支鏡頭出現，就冇而家大家享受到嘅高畫質、高解像力嘅21mm 鏡頭，所以作為一支 OG 嚟講咧，都唔能夠對佢太 harsh 嘅。咁最後同大家分享少少關於呢支鏡頭嘅冷知識啦。佢係由 Karl-Heinz Schuster 呢一位著名設計超廣角鏡頭嘅鏡頭設計師研發出嚟嘅。咁但係除咗呢一支 Distagon 21之外，佢其實都喺專利上邊咧，曾經為呢支鏡頭設計過一支姊妹鏡頭。嗰啲就係喺好多 Contax 同埋 Zeiss 嘅粉絲入邊經常會提到嘅夢幻鏡頭 PC APO Distagon 25mm 3.5光圈嘅鏡頭，好早已經申請咗專利㗎啦，亦都有鏡片嘅設計、
流出咗。最重要嘅係蔡司提供咗佢非常之驚人嘅 MTF 圖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絕對係可以喺網上面揾到相關嘅資料。而第二個冷知識就係呢支鏡頭咧，當年推出嘅時候咧，非常之多人搶購嘅，而佢嘅價錢咧一度曾經喺停產之後炒價達到3萬蚊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價錢講緊嘅係20年之前嘅價錢啦。呢支鏡頭咧近年喺疫情嘅時候，亦都曾經大幅上漲，去到大約2萬蚊港紙左右嘅，證明隔咗咁多年之後，其實大家都對於呢一支21mm嘅鏡頭咧係非常之咁熱情嘅。而最後一個冷知識啦，關於點解呢支鏡頭咁貴，同埋呢支鏡頭嘅後續啦 ，Contax size 呢一個年代過咗之後啦，大家都知道 size 出咗 Classic 系列 ，Classic 之後嘅嗰個系列 Milvus 同埋而家喺無反相機上面用嘅 Losia 系列。咁而3個系列入邊嘅 Distagon 21mm 鏡頭，其實都係由呢支鏡頭改善出嚟嘅。雖然咧喺數碼嘅表現上邊咧，新嘅鏡頭得到大幅嘅畫質提升，但係喺發色同埋鏡頭特性上邊咧，呢一支 Contax 嘅鏡頭都依然咧係現代蔡司入邊嘅21mm裏面非常之重要一個成員，可見話當年呢一支鏡頭嘅威力咧，喺大約30幾年前咧，去到而家現代依然咧係有非常之雄厚嘅功力，可以喺數碼嘅年代上邊繼續發光發亮。Classic、Milvus 同埋 Losia 嘅21mm鏡頭嘅二手價值遠遠不及呢一支 OG 嘅21mm。咁今次條片咧就暫時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法、心得意見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傾下偈。臨走之前唔好唔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係 Anakin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